哩的台文班上八节，我嘛有发现讲有淡薄仔，应该是讲有诚侪词，我也袂晓使用。亲像讲，上八节，伫要落尾，上课上到剩一节课尔。这我都无啥会晓表达。而且今仔上课时，就是老师有互咱伫课堂去练习，为着讲要台语认证，有一寡有一寡练习，亲像讲，就伫课堂就开始伫写文章，这就是爱看实力。若是作业的话，就是有可能我会去查字典。毋过若伫课堂，当场伫写诶时，就会当看出每一人诶程度。我嘛知影讲，我嘛有发现讲，我诶程度真正毋是上好诶，嘛毋是前几名诶。有诶人可能拼音诚厉害，毋过讲台语诶口语，迄个腔阁爱练过。就是有一寡即种，要安怎讲，就是我诶心情袂阁受着讲，爱程度上好，爱练习，开上少时间，效果上好，我袂因为即种标准去改变啦。以早就是上课拢会去比拼，就是想讲我若程度诚好，就诚欢喜。若发现讲别人程度比我搁较好，我就开始怨叹讲，哎呀，我都安尼定定伫练习啦，怎会程度搁无遐好，等等，拢会定会去想这有诶无诶。毋过即马，我有想开啊，就是讲，真侪代志毋是看你诶天分，就是讲才调，伫即方面啦，诚有才调。毋过若讲无去持续去坚持，而且即个方向毋对，像讲无继续坚持，就是有可能台语学会讲放弃啦，去学英文好啊。安尼就算讲伫即个课程当中，伊拢是第一名，拢是程度比别人搁较好，替老师学乐。毋过伊若无继续坚持，相信讲我若继续坚持，我是会甲伊略过伊诶台语即条路，我是会使走去头前。而且呢，这嘛毋是比赛，毋是讲我比别人搁较贤，就毋免去想这。毋过进前我诶心情拢希望家己就是做这代志拢是做第一名诶。若上课发现讲，别人嘛比我搁较好，我就开始心情有压力。即马当然就会去调整，知影讲做者物件就是做家己欢喜，你若欢喜就会去坚持，而且我嘛有我家己诶优点咯，都搁举一个例，我有可能我较看会开，就亲像讲伫 Clubhouse 有一个人，伊就逐工苦苦仔用台语念新闻，伊若一直坚持，就算讲拢无人拢伊一个人，因为
伊就是看报纸伫咧念报纸，用台语去念，就是较无趣味啦。别人可能就较无爱听这，就是无形式的，一个 Clubhouse 的房间。我有家己收集落来，想讲找时间会当听，无就是会困去，伊就苦念，就一直用念呢。毋过呢，这伊若讲一直继续去坚持，这就是伊上大的优点咯。就若亲像讲，我去加入对囡仔读念台语的绘本，即个 Clubhouse 的房间去排倒一，逐个月排即两届啊，排即两届，即两届有时阵嘛是会看讲，哪会人愈来愈少，嘛有人就开始无排班啊，就无兴趣啊。有可能伊有别位所在有较好的发展，有较成熟的所在会当发挥。毋过呢，我就讲，这若房间有搁无人讲话停，其实就算敢若我一个人嘛不要紧啊，因为 Clubhouse 去无规定，甲这开课这件代志无共啊。若讲你今仔要开课，敢若你一个人尔，无学生仔，哪有可能课程就爱有一个人数的上限嘛？毋过呢，我就无即个问题。若 Clubhouse 就是阁有人伫遐欢，阁有人伫遐讲逐个来排班，无讲要结束。我就持续伫遐，讲无好嘛不要紧，伫咧准备的过程中间，我是会当吸收一寡物件。就算讲我讲故事台语讲甲可能音无正这开口毋是足厉害。毋过呢，我相信讲我著是有进步，别人听的，这就是我的优点啦。嘛有人讲，逐摆拢来听，毋过叫伊来讲，伊就袂。这其实嘛真济，一开始有心伫杀台语，提供一个台语的空间的房间，嘛是会结束，就是无法度讲一直持续，有可能有种的原因。对我来讲，就是就会当做会到，会当讲这无人甲我喊停，有能力的，阁有即个时间，阁有即种我嘛会晓讲故事用台语讲故事是好甲毋好的差别尔。毋过嘛，袂讲拢无法度讲，就安尼变做是讲优点，就是会当去坚持，莫看一时的比赛，有可能这人走去头前，这人有互大家做欣赏的条件，有举一个例就Clubhouse 的舞琴伊就做侪朋友的。因若讲伫练台语抑是讲伊开一个台语房，就会做受欢迎的。这当然是伊的条件好，毋过有可能就是对台语就讲爱伫厝讲的就好有可能伊会晓的物件、有兴趣的物件诚济，就无讲继续伫台语这方面搁伫开房间搁伫练讲这拢有可能。意思就是讲，莫一时的比较，
爱看长久，而且这甲人比较这嘛足奇怪，嘛足怪奇的。只是讲我的心态嘛有古早流传落来迄种人做爱甲人比较，希望家己是天分诚好，条件诚好，做啥物代志拢足紧就进步。这是咱这社会要求嘛。就若亲像讲菜鸟仔来一间新的公司，大家就开始要求讲，这菜鸟仔就足够换系统的。有的菜鸟仔来一个月啊，佫衫拢无，衫无长。有的就是伊的对代志、对话，佫有对状况的即个掌握，就足厉害。就变讲伊3工有可能就会甲即个系统拢甲伊维持。嘛有可能。当然，咱即个社会就会讲，即个3工就会当换系统的人，即个菜鸟仔是厚的。若讲付1个月份，佫衫无长，大家就会开始讲，这个人敢会当应征？这就是咱即个社会长久以来就是安尼去判断一个人的价值。特殊讲，我即马练学台语嘛是安尼，就会看讲，这人若上足济课，结果台语嘛哩哩啦啦，讲话嘛是安尼，不顺。我心内嘛想讲，哪会遐无彩啦？若讲有的人是像肯定足巧的，就是学的，马上拢考试嘛考甲诚好，台语嘛讲甲就一下就扣转来啊，甲家己的母语就扣真紧，扣转来啊。安尼的话，是毋是我嘛需要去欣赏？我即马要学的物件，就是毋免去欣赏。就知影讲，这就是我若坚持，就是一个价值就伫遐。咱心内想的价值，拢是讲，伊做这代志足够紧、够好，而且可能佫会当运用资源，去做一个啥物开 YouTube 啊，做 YouTube 啊，就是利用时间啊，去做啥物代志，豆豆变做一个事业，亲像486486这个人就是安尼。大家拢希望有一个成果出来，而且是你若开10年，大家讲10年嘛伤久啊，安尼即个成果嘛普通。毋过讲这人3个月就这嘛做好啊，而且佫开始规划要去做啥物无共款的事业活动。若亲像讲，若肯定即马要去开课，做老师，线顶的老师，伫学校做老师，有诶无咱心内就会想讲，这人足有才调的，都表现足够的，这个真够，真够，这就是咱长久头壳内底观念的问题。就若亲像讲，今仔日上台文课的时阵，即个台语老师嘛有讲啊，讲咱这想要练讲台语的人是高照插林群，就会定讲，因为以早这教育这国民政府，伊要摆脱，伊要打压台语的问题，互咱头壳内底拢想讲，台语就是较看人袂起，
是较无水准的话，若今仔讲一个英文，逐个拢讲这够厉害的，听无嘛毋敢，叫伊莫讲，敢若心内讲足臭屁的，毋过就会足歹势，讲阮哪会英文以早无学好。毋过若今仔讲台语，逐个就讲请讲中文这当然就是头壳内底有一寡以早为着统治伫咧教育内底动骹手线留落来的一个毒素。除了台语以外，我相信讲我的头壳内底嘛共款有一寡毒素那亲像讲，共款咧学台语，学台语因为佫有台文的问题，佫有罗马拼音汉字的问题，就会变做讲有的人就这方面学诚紧，学做学甲足厉害的，我就会去讲这人较有价值咯，咱这社会就定定袂看着别人有无共款的优点，变做家己嘛渐渐袂去看着这，家己当做优点，可比讲这人坚持，这人想一寡方法，亲像我来讲我若知影讲我较弱的所在伫倒位，我要安怎改善，要安怎找资源，互我家己豆豆仔进步。我若对家己诚了解，虽然我毋是上高的，毋过了解家己，其实嘛是足宝贵的。只是讲咱即个社会无伫咧流行讲，甲人学老，认为一个人优秀，有包括讲这个人，这个人就是足了解家己的，足知影爱安怎，互家己会当进步。咱社会观念拢是，这个人进步足紧的，这个人拢无啥进步，拢会用即个方式来评判一个人这当然就甲台语伫咧即摆人心目中是一个较无高等的无够好的一个语言咱若对于啥物成就迄叫做对熬这件代志的追求嘛共款是即个社会会留互我的一个毒素，藏伫咧头壳内底我着爱渐渐去甲伊爱甲伊讨拔，就是安尼。今仔就有知影讲，年过了就会开始讲，有人爱伫咧厝内上班，有的人爱伫咧公司上班。拄仔好隔壁的同事，伊甲我做的势头是做共一组的啦，只是阮两个分拆做别组去。毋过大家心内拢知影讲，我甲伊是做共种工课，共种势头，变做讲若我伫咧厝上班，就会安排伊伫咧公司上班。安尼我嘛是爱知影讲其实若是有去珍惜讲我即马有诶我即马稀罕诶一个资源一个机会，毋过嘛毋免一直惊吓，毋免去遗憾去怨恨讲，哎呀哪会这一直讲有一天会失去即个机会就若亲像讲，逐工甲我斗阵下班的查甫的同事，我拢会甲伊讲台语虽讲伊台语嘛客足久无讲应该是自细汉
都无讲过啊。毋过若照自细汉无讲过来讲，伊算是天都袂歹哦。毋过伊嘛是要换公司，年后当然都无法度讲甲伊斗阵去上班，下班阁伤少来下班。毋过这就是伊阁伫有认识对象的时阵，就珍惜。毋过嘛，莫一直惊遐讲，若失去即个人，我要安怎咧？爱相信家己，若讲家己的内在是做心头定，是做有自信的，拢毋免惊讲，因为失去一个伫咧公司会当练台语的人，我就变做无路通行。我相信袂安尼。有足侪时阵是家己互家己一个错误紧张的一个烦恼。我即马就是讲，足侪代志就是豆豆仔家己想互开，毋免讲即个角度啊，看代志的角度，嘛会较会成长。亲像讲本地啊，阿爸阁有阿叔啊，因阁有一个庄脚会当转去，就是阿嬷阿公留落来的厝。虽然是足侪代家族伫遐，袂无法度去算咱家己厝内的一个财产，毋过会当使用。嘛袂歹，有一个所在，阁有电，阁有水，阁有雅士，这聚会人啊，阿爸阿叔啊，就是嘛会转去，转去就是嘛是做一个会使斗阵讲开讲啊，有一个所在当去。毋过最近啊，就是一个。老二的过往去的阿叔、二叔，伊有一个细汉后生。即个细汉后生就是听讲有跳关茶，迄叫做内里仔。最近出来，伊阿母就变做就偷偷甲厝卖掉，就开始甲伊。闪摒闪摒即个细汉后生，有可能是感觉伊毋正人，就变做不爱互伊知影讲，阿母的地址伫倒位，嘛不爱。当然，若做到这程度，就无可能互伊转来厝住。即个即八兄弟，伊就转来庄脚住。就变做讲，阿爸甲阿叔，这一群人，这一阵人，本底就想讲，哎呀，什物时阵甲这老二的较会讲，这个人菜，个人的公妈，个人每一个口罩，就是做好家己的代志，莫阁烧到惨。毋过呢，喙是安尼讲，变做讲无解决的问题啊，嘛是会一直出现，就若亲像讲，阿爸甲阿叔就足无介意讲甲老二的一个伙仔会当讲话啊交流，因为讲无两句啊，就开始有恨啊，开始就扣分，阁有以早的代志，就开始。伫遐烧脸，屁屁叫。毋过呢，就算日子过往去啊，这无完成的作业嘛会阁转来。这题目阁转来啊，就即八兄弟就是这二一个细汉后生。伊即马就讲伊要带即个庄脚，虽讲这庄脚是。阿爸甲阿叔是放假较有转去困啊，转去休困，有一个所在当行踏。
毋过若讲佫突然间有一个，就教这家族就无合，这人吼，这边兄弟，我这边兄弟就是心内有恨嘛，有可能就是惊伊闹代志，惊伊讲，伤害伊的长辈嘛吼，伤害伊济伙人，吼，大家拢会惊。我就看着讲着，当初是想讲拢拖莫，就莫插伊。毋过咧，这问题一直出现，因为大家拢无去面对即个问题，面对讲因一家伙仔，就是因为伊想要爱的物件，毋过大家拢做袂到，拢讲无两句话，就足坚持家己的立场，若甲家己的立场无共款，嘛无法度去做一个说服的动作。我即摆希望讲，我看待做者代志呢，会当有较成熟，毋成熟，有用较，莫用讲做幼稚的方向，做一个爱较有智慧，爱较有智慧的思考的模式来去看待代志，爱练习。搁有讲，其实毋免去计较讲，这人伊怎会像网友啊，我就会安尼讲，为虾米即个网友啊，我对伊甲伊做网友做遐久啊，毋过某物人啊，看起来甲伊较好呢。毋过最近知影讲，我迄个网友甲这某物人冤家变面啊。我即个网友就讲，其实嘛挡袂牢，讲以早就开始挡袂牢，讲即个某物人啊，就拢足无聊的，拢讲一寡足无营养的。我就想讲，对啊，我迄时阵甲某物人啊，伫咧网络冤家的时，我就想讲，哪会无人甲我听啦？足孤单的，哪会讲某物人就是遐无讲道理？毋过，哪有我身躯边的网友，每一个拢，拢甲伊先对伊较好哦。其实无的确是安尼。即摆就是有看着这故事，看现就是讲，一时咧，就若亲像讲，顶时有较介意某物人吼，对伊较照顾，去甲伊学乐，这拢毋免去牺牲。有一天有可能就有人要离开公司啊，有人安怎，就毋免看眼前，嘛毋免去牺牲别人讲。我嘛袂歹啊，哪会大家拢较看着某物人？就是我的思想，我的智慧，爱开始用一寡较有智慧的方向思考，莫像以早安尼，就是定定怨妒啊、牺牲啊，拢感觉讲，我一定是无够好啦，别人较无甲我看重，别人有看重无看重，有学乐我这个人，抑是无学乐我这个人，拢无重要。我以早拢看伤重啊，别人的即个眼光啊，若是讲较重要的人，有可能会当讲，伊的想法较重要。毋过若讲平常时拢，就是嘛无啥物交流啊，啊无就是顶时啊，啊无是较无交叉的同事，伊若对我讲啥，讲啥物，你哪会讲台语嘛讲啊无好，啊无就是迄个查某的业务，伊就是对我安尼态度恰牙牙，这拢毋免去甲伊看做讲。伊哪会对某物人较好，遐好甲安尼，大细心对我的态度安怎？我嘛定定讲，这倒一个同事，我著看伊甲别人是讲台语的，
我若要讲台语毋是对伊讲，伊就会开始甲我阻挡。我甲别人讲台语嘛爱管。即摆就想想的讲，这个人伊若对我的态度是安尼就无价值讲我家己囥伫心肝顶。免为着伊的态度去艰苦，若安尼艰苦，伤无价值啊！我爱看重的是别个所在，莫为着即种无价值的即个眼光啊、语言讲话讲啥物话啊，去激着，啊无就是讲去艰苦，即拢是我需要去练习的。